各位观众朋友，有头前木啱司机模拟，贵神的基準，啱配到水幕，將就康爽，射神腳，神夫現槍槍嘅問題嘛。來，檢驗食材料理網，未來咪有啊！來，做數好食客，來阿飛哥，一嚿睇下，樣係幾多問題咧？哎，各位鄉親大家好。講種有試嘅咪有嘅樣嘅。係啊，你們話今日呢套料理吼，真嘅補血，補鐵咧嚇，頭前木啱哦，補鐵好料理。哎，你啊種症狀哦，真嘅前幾日肚到嘅。係。真嘅頭早晨的蝗蟲哦，頭前木啱哦，邊上就可能個T板突然有點進嚟哦，啪咗啦哦，好隻孔嘅，真嘅血氣無啦。哎，嗰時候唔記得你點樣當年整做食材哦，你都很識㗎。哎，不多錢啊，我食下包的喂。來，你要做乜個料理？像呢平常這生意呢吼，就是呢早餐啊，就是亂餅。那單純啊，個打隻亂，那說亂餅煎煎啊。哦，真簡單，真簡單吼。咁樣啊，變到補血的東西落去，落去什麼跳牙，跳牙補血，黃跳牙，沒見過哦，綠跳牙。誒，黃跳牙補血，綠跳牙冇補血。誒，黃跳牙較正常。哦，高蛋白質，蛋白質高，蛋白質較高。亂，雞亂，雞亂，你啊最重要嘛？哇，鬼用！一亂餅加鬼用跳高分嘅，跳營養嘅哦。啊，你冇話，你啊盤賣就300 K 左右。哎呦，來準備啊吼，來，先來切下腰條。切個腰條嘅哦。當然。哎，我講清楚呢，來吃，特別做小幫，特別做小幫手就不宜鹹，對嗎？唔係，來，嚟成日煎嘅鬼用嘅吼，鬼用本身油大，油真大，所以你要剝條落住嘅時唔是聽到吼，啲嚟煮吼。這個本身嘅油啊。誒，用一本身嘅油，落啲咧油落去。你要冇落去就咧，人講哎呦，我煎咧鬼用會黏鑊嘅。你出嚟變啲咯，變啲油落去，係有啲浸啲汁嘅吼，來出啦。啊，誒，來油嘛。我睇啲油嘛都均勻。誒，均勻啊嘛，潤過一下就唔會黏鑊。哦。來，開始嚇調味，變啲胡椒粉啊，胡椒粉啲嚟。來，鹽塊變啲落去。唔是聽鹹嘛？迄聲音吼，冇說鹹。哦，嘟好舒好嘅。有人吼是聽鹹嘅，對健康唔好。補血咧，結果血冇補到，你才是聽鹹嘅咪補到油吼。好，你嚟變轉來吼，挪啊。我兩片就兩片，其實就唔是用到兩片嚟黏啊，做的。哦，我給潤過後咧，蛋香煎咗咯，先蛋香俾煎下。而家度濕度嘅油先多。哦，你阿啲鬼唔係啊，斬掉嘅呢？斬掉按盤哦，慢慢煎。但係煎嘅時間，然後擺落去啦。跳牙切好未？或者切啲薑絲嘅。薑絲好。誒，你切薑絲嘅時候，嚟打亂哦，打亂要搞硬，我一粒粒嘅打錯嘛。係啊，可以按照3碗嘅打法。先3碗。係30碗，所以講。一隻碗我哋裝亂，一隻碗我哋甘天好誒，真倒過啦。將啲魚咧炒咗亂咗係蠻硬嘅。哦，斬出來，件啊，按件，移出嚟留下來，一食就好。開下功夫啊！呢個真係食啊！一隻碗我哋裝亂，一隻碗我哋甘天好誒，真倒過啦。你呢個冇甘天哦，等下4隻地方都是隻塊地哦。爽快，規碗就唔是用嘅。唔是的。好，將你看下哦，亂。誒，強力哦，冇血水啊，冇爛的，冇白的哦。冇粗體啦。冇粗的，皮看下哦，好誒，就係殺過來。咁你準備4隻卵嗬，4隻卵。卵雪架掉嘅，其實大家講下攞膽固醇調高，其實哦。沒講你當初4粒片呢？哎呦，是2粒嘅唔怕。這樣唔怕？唔怕，真件卵哦，卵啲膽固醇按到好嘅膽固醇，叫嚟血啲嗰度嘅
发的胆固醇带走去啊。哦，其实唔是讲卵两样东西，你讲卵三只鸡子都想出来，那怎么好讲呢？好冇？因为讲肉类的，肉类讲胆固醇调高咩唔好。你看卵本身吼，真健康。你看人家片就冇，你鬼五人家就冇病就，即刻就见做出来。哦，你看，人都有哈。要剥个好种出来了，把溜溜的，唔好夹包啊，唔好夹包吼。啊，变身哦，当简单吼。当姜也大概吼，剪个当姜啊，变模糊就烂的。你夹袂住啊？夹袂做的哈，是片比较冻的，哦，是片那个两基产的，那变哪个就出货？哦，强的。哎，强的啊，那变哪个人看，剪片往擦的哦，真好吃。哦，慢慢的剪，然后打下乱发吼，打下乱发。哦，你西藏做要落笔润啊，落笔润。cái lợn nó炒好食就嘛，不用啲的哦，牛呢落去，哎，不用啲牛呢，炒出卵出来蛮硬啊。哦，绵绵的，做布丁的嘛，布丁要出来呢，做哦，撒一个碗豆都会差不多准。哎，嗰種我唔係，我有像鐵桶一樣誒。你冇加嗰條牛呢落去嘛，你煮出來炒出來卵啊，硬身。哦，差唔多啊，應該2粒卵、4粒卵，來加2湯匙嘅，哦2湯匙嘅，牛奶落去煮咗的。好，加落去碌啊，加啲染髮落去嚇，嚟，哎哦，是東西它都好，誒啲染髮落去。咩冇食掉啊冇？哦，有啲染髮就好。嚟，啲啲胡椒粉，較香啦。哦，黑胡椒哈。哎，那个粉，好，录个，哦，你录好的哦，不用在旁边。哎，唔老，没切少嘞。行啊要條誒。哎，没切較短條嘅。哦，唔是很多，一般的做好。一般的做好。我係見狀嘅嚇，以前唔係。係啊，你幾樣哦？我幾多年？差唔多咯。幾多咯？哦，腰條嘅，腰條。真係。係切下腰條。好，你幾樣會好咯？來，變看啦。然後就變吼，我哋變。哇，你看，哎煎嘅啫喎。唔是姜，唔可以麵喎。我上一道節目係學到，古應該是9分熟。嘿，所以你下時間啫嘛。火嚟當佢嘅。呢種火嘅一個叫做小肚，慢慢變熟。我都用半蒸半煎的方法。哦。按幾樣煮嘅熟啊。你講你旁邊按多久？哎呦。你講你好，你要煮清楚了，那幾樣嘅煮。要。但那種你就喺度嚟炒你啊，跳牙。哦，呢種你就嚟炒跳牙。現在按你先撈，你夾起落邊，旁邊慢慢嚟熟。哦，慢慢熟。但係我變落去炒過啊，所以。也都到9分熟，當都好，當都好，冇調熟打分調硬，但係搞拿骨頭拿皮。好。哦，你種啲啲鬼五嘅油嘛，人家好下啲過來，2片種啲油冇出賣打上嚟。哦，嗰啲油清醬。哦呦，當到油啊！金哦，金嘅油，哦，呢種啲油攞嚟炒，香啊，嚟。將啲薑麻絲落去吼，薑麻絲落去，先來煸香來，煸嫩薑吼，煸嫩薑先煸下，兩片的火啊，你就冇打上嚟，慢慢等下做嚟炒軟。一隻手用阿多少寶貝啊？兩隻寶輪流用嘅，輪來輪去嘅，輪去輪轉啊，黃條牙哦，黃條牙。哦，你還沒炒啊吼，炒邊，這邊唔是調熟呢，跳牙嘅東西吼，炒熟咗會出水啊。哦，啲嚟染髮胡椒粉染髮，速啊。哦，你喺這邊炒，不用炒吼，用邊炒，唔是調，火唔是調慢哦，調慢哦，你炒跳牙一下就出火燒，水起就出火啦，所以。細火去煸到人家跳牙嘅軟嘛，佢跳嚟跳去，當好教。當好教，別跳到面紅就當好教嘅。係啊，
哎，那边哦，开始来，我们来煎哦乱饼，亮皮。乱饼哈。你用这油哈，慢慢来煎。好，乱饼面不是按火按台哈，火调慢哦，也要煮火熟的。先别慢慢煎，煎比擦擦的吼，清好势。哦，你啊炒鱼的跳牙是嘛？先来杀鱼来哈。哦，怎么挑熟哦？哎，杀鱼来。都还要炒乱哦。其实这个东西嘛，你做的事前哦，先把你种好来，先煮好了，表哎，吃的时间嘛，乱饼煎的时间的东西杀了之后，哦，啊，我煎乱之前啊，搞人哦，剥皮啊，哦，还有，你看剥皮了，你用去插的，哦，你动用就骨头动进去，哦，动起来，你就皮，哦，来粘出来。件啊，按件，皮出来留下来。好来，半夹。按好剥，那好像开罐头一样的啦。系啊，开罐头按件。所以沙丁鱼罐头啊，你冇？系，件溜过来。哦，你还在皮出来。你皮留本身哈，生意是在丢用啊。炖完好。啊，你是皮啊，你是皮，生意先用。哦，你皮先被剥好了，骨头拿走。你丢有的硬骨头是嘛？然后生意冇事多。然后用插边什么？kim 米兰。哦，那鲑鱼松嘛。哎，鲑鱼松。哦，这样你做的啊？好，来，看下，你冇，可以细火煎出来，煎擦的。哎。好，呢一边哦，火猛咯。来炒乱。來撒下去，炒亂冇跳硬啊！旁邊哦，鹽火嘅啫嘛，嚟成邊呢，數到動行度哦，冇熟嘅就老熟嘅攪香下，差唔多當火咯，當夾個2分鐘，2分鐘就好。你看打蛋器炒亂清夾清潤，你講愛用亂就好咧，倆啫嘛，有倆到，你剛炒好嘅嘛，跳牙。用下，來呀鮭魚好嘛？好嘞，哎，我聽面冇？唔係，喏，沙多得啦，又用下。準備落。沙爹餅，這樣你自己出出來啊？哎，你也注意出來清人狀嘅，講呢補貼的好料理哈。你也做生意哦，你也唔是嘅時間用個啥？叫做煎的餅嘅，包起來。嘿，你也哦，少用下。其實哦，太平洋當好啊。哦，你出嚟啦，包啊，地巴肚皮，來半包啊！啊，來，先得沒有，整邊過來半包啊你。哦，我拿出來啊。係啊，按完包咩做得啊？來夾芎啦。來夾芎下。哎，你看那個切下邊喎，切下邊。來用準備盤的本，切好安尼包起來。一家底本啊。先從按東西咯，一家底。一家底啊？一家底。這片就得排水咯。一定要對切啦，可能啊，對切如何啊？哎，切恰恰嘛，恰恰係咪做得？好，擦那可以。安尼啊？很香哦。呀，怎個補貼的哦，補貼料理嘅。哦，nem絲哦。你哋出菜當好食咯。包起來，好溜一下來，嚟切下邊。哦，按燒，從點樣燒？做師傅人家燒啊，一燒就好。看人功夫啊，你以為這個燒啊，按得出人哦。
了，看中爱用啊，出来了，将小鱼出来溜啊，可以出。陈标做拿起来嘛。哎妹，陈标拿起来溜啊起来，同我哦，家己乱发落去。哎，这本都看了盘菜，想吃冇？想吃了唔想吃。好。来，各位乡亲，今日咱嚟准备俩头，我哋黄跳牙龟鱼炒蛋，准备好了冇？上菜。黄豆芽鲑鱼炒蛋，跳牙切切切的，姜嘛切细细的，黄连鱼用胡椒粉盐卤过以后，剪到2片上色，再填黄连的皮切开，鱼肉看边绵绵。姜嘛填跳牙炒过以后，加到盐胡椒粉，卵皮剪到上色，先要填黄连鱼、跳牙、姜嘛，姜啊做成料的。填做好的料的包到软饼后，切块块后摆盘，好食的黄豆芽鲑鱼炒蛋就做好喽。